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2例本土病例，拢是甲新北市幼儿园有关系。日本阁宣布要送咱50万剂疫苗。上新的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指出，注2剂疫苗就当预防重症，建议一般人无需要搁注第3剂。菲律宾因为疫情，学生已经500多天拢伫厝上课，教育团体佮家长调强正街头抗议，要求政府重视学生的受教团。新闻车先来看，咱国内今仔先增加2例本土病例，拢是甲新北市幼儿园有关系。另外，阁有3个境外病例哦，也毋过今仔日无增加死亡的个案。之前确诊的中风工人翁仔某，确定是甲幼儿园的病毒同款，拢是Delta变种病毒。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病例哈，那本土的病例是2例，好，那这2例都是新北市这个幼儿园所居家隔离的对象哈。那境外移入有3例，死亡个案0例哈，本土个案都是在这个幼儿园相关的幼儿跟他的幼儿的。应该是同住的家人哈。那今天早上日本也宣布要捐赠我们这个 AZ 的疫苗就50万剂那我们也表达我们非常感谢。到现在总共5批，大概390万4千剂。装修工按16168以及他的太太16171夫妻2位的序列都跟幼儿园群聚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研判是同一起的事件。那我再次强调，来看日本的外务大臣今仔宣布讲，要佮捐予咱台湾50万剂 AZ 疫苗，这嘛已经是日本第5届捐疫苗予咱台湾咯。新たに台湾へ50万回分、ベトナムへ40万回分、タイへ30万回分、ブルネイへ10万回分の供与を行う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日本第4批捐予咱台湾的6万4千剂 AZ 疫苗初期已经送来台湾。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提供咱台湾340万4千剂疫苗，是捐上济疫苗予咱台湾的国家。佮加上这届第5批50万剂哦，嘛已经捐予咱390万4千剂咯。外交部是表示讲非常的感谢。再来看全球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Delta变种病毒的传，真侪国家嘛按什么注第3剂疫苗。也毋过有科学家伫国际权威的医学期刊是指出讲，目前的科学证据显示，注2剂疫苗就会当来预防重症咯。认为目前一般的人无需要搁注第3剂。新冠病毒一直咧变种，安尼嘛，互真侪国家开始来研究讲要注第3剂疫苗的计划。亲像以色列早就伫咧8月初就开始来注第3剂疫苗，目前已经有280万人来注。其他亲像德国、法国、美国嘛开始要来加强注射。不过，即卖有真侪科学家伫咧医学期刊顶悬赤果尖来发表评论讲，新冠疫苗若是讲有注2剂了后，对抗这个重症的效果真好，所以目前一般的人是无需要注第3剂。We have some of the best clinical advice in the world, and I think it's only right that we listen to that and proceed as carefully as we can as we transition this virus from pandemic to endemic. 科学家表示讲，照目前看起来，平均来讲，新冠疫苗对抗重症的保护力有95%，这有包含小威力更较强的 Delta， 而且预防顶悬任何新冠病毒的保护力嘛，拢有超过80%。若是讲加强这注了伤早，也是讲注疫苗伤过侪种，安尼嘛有可能带来其他的副作用。如果你的疫苗不是那么多，那其实你把所有人打2次，基本上应付这个冬天大概也够了。如果病毒在突变的话，第3剂的好处就会再减少。那你打了2剂以后，虽然有的时候相对Delta这变种病毒的保护效果不好，但是它大部分都是轻症。如果去看住院跟那个重症死亡的保护效果的话，打2剂跟打3剂可能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国内医师讲，甲进前2剂甲比起来，注第3剂疫苗有可能是会有这个危险。亲像讲注 RNA 的疫苗，就较会去引起心肌炎，所以就爱较紧杂的。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幼儿园伫顶礼拜发现群聚感染哦，新北市甲确诊者有接触的学校，嘛有预防性停课，有的是停5天，有的停3天，嘛有的学校 PCR 采检是阴性的，隔天就开始上课。有民间团体早起批评讲停课拢无统一的标准哦，学校佮幼儿园嘛毋知要安怎办，家长嘛真怨叹。
新北发生幼稚园群聚案，国小学生亲人确诊，市府为着阻挡校园内的传播链，停课14天。部分的幼稚园、国小，还有补习班也预防性的停课。邦桥幼保协会理事长施彦祖就讲，拄发生的时状况是乱糟糟，唔知影要安怎安排。这个停课，我们收到的通知有5天，有3天，甚至于也有。隔天筛检全阴性的，又隔天要复课，所以当时其实是很乱的。但是我们在没有指引下，我们就一个标准，跟着哥哥姐姐。预防性停课有的3天，有的5日，园方是真歹调整，家长也无好配合，也恶向公司请假。幼教联合总会讲，目前预防性停课是各县市家己决定，但亲像台南甲嘉义是交予幼稚园家己决定。各县市的标准天差地，也出真侪问题。第一时间有没有人可以实际的关心，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新北市跟台北市他们其实都有定相关的规定，后续要不要去针对全国性去做这个部分，可能后续再容我们国教署这边后续再做一个研议跟讨论。真侪教保团体呼吁教育部爱找地方做规定，预防性停课指引，甲赛后的应应措施。也强调讲，幼教机关的职员做完第一档疫苗到打，已经让10礼拜，教育部就向指挥中心反映，互因赶紧来做第2档。记者综合报道。高中生后礼拜就要开始注 BNT 疫苗哦。新北市宣布讲，学生注射了后，伫厝线顶上课2天。若属身体无爽快哦，是可以当继续请疫苗假。台北市是表示讲，学生若属身体无爽快，是会当请3天的疫苗假。有学生也是班级需要停课，就会当来利用线顶上课。后礼拜学校就要开始甲学生注 BNT 疫苗，注射的对象是12岁至17岁国中甲高中生。新北市考虑学生注射了后身心的变化，规划全学校线顶上课2天。但是学生的身体无爽快，会当请疫苗假，袂影响出席的记录，引起家长的讨论。我不是一个上班族，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在打疫苗这期间能有充分的休息。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上班族，那我又不能请假。那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怎样。新北市127间国中、高中职，差不多有17万的学生符合注射的资格。2日开始去学校甲学生注射，按算30日完成。面对注射了后的规划，家长有无共款的意见？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各一概重新说明。是以线上教学为主，最主要是让孩子们健康，能够在家好好休息，这样子才能够一举两得，也兼顾照顾学生最重要的健康。新北市注射了后，伫厝内线顶上课2天的规划，台北市是无要缀咧办理，是互学生会当请3天的疫苗假。那学生或者是班级需要个别来停课，拢会当使用线顶教学。有3所学校，他们有提出说，接种完疫苗之后，有一个学校先做1天的居家授课，有2所学校他要做2天的居家授课。第1剂的接种。我们就先以目前这种方式来处理，需要请假的，那就请假。蔡炳坤讲，各县市伫讨论的时阵，对新北市的政策是较保留，嘛，互各间学校有一定春秋甲自主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非洲地质病毒继续传，农委会9月份开始禁止用喷饲猪1个月哦。因为有一寡饲猪户真怨叹，所以农委会按算10月份开始要开放有条件用喷饲猪。200头以内的鸡吼，你免申请牧场登记啊，正好啊，我们这些管理上也较舒服，那些吼，你先看看吼，就该改治疗，还是离母安的更可能造成的破口比较大，这部分吼会先处理，等于你中景，这个管理对咱内都会这个迄个广东的这个一个困难对啊。饲猪协会认为讲，台湾的猪已经有9成是食饲料咯，附带的小型的饲猪场转型还是退场是会当减少风险哦。另外，饲200只猪以上哦，各用喷的饲猪户，只要有官方的认证，其实嘛无必要马上禁止。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早起是表示讲，会继续甲各界来沟通哦，卖来召开专家会议，有决定了后，就会甲政策来说明清楚。再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正烦恼非洲地质病毒的疫情，今仔搁再视察国际邮包的检疫，针对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哦，苏贞昌嘛讲，已经有真侪县市拢无搁新增加病例咯，除了继续严格来防疫，嘛望讲咱台湾社会会当豆豆啊恢复正常的生活咯。
中秋节进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前往视察国际邮件检查作业，就烦恼非洲地区入侵台湾。防检局指出，对来自高风险地区的邮件，拢会一一查验，甚至派出防疫犬来片，全力防止非洲地区。大概9月9号，我们在基隆关的货柜进口的一整个货柜的1200多公斤的月饼，那被我们查获的，那这个月饼我们未来会移送到方面体系检查。是不是含有非洲猪瘟啊？中港澳是高风险，泰国是高风险。其实任何一国只要它是疫区，只要它有一件进来，都是高风险。这只是查到的高数量，这不叫做高风险。苏贞昌要求防检单位对非洲地区严格对待。国内疫情登湖，苏贞昌指出，今麦全世界变种病毒摊开，台湾相对稳定，这是真无简单。真侪县市连续几日讲拢是零确诊，这是好现象。建议指挥中心会当适度放零。在主持扩大会议中，请指挥中心在疫情规范许可条件下，顾及到各地民众的生活便利，以及小店家、小农生计能够符合有效管理，又能够适度的来开放，让台湾渐渐恢复正常生活。不过，台湾也是欠疫苗，民众党伫面前发声。第二期莫德纳伫倒会议批评第二类官员的第二期注射率达到65%，包括中央对莫德纳的交会效率计完全未着急。对此，苏贞昌建议否认，也讲真侪是不实谣言，强调今麦注第二期的28万民众，中央情权只有1700人，占不到6%，大部分拢是伫地方的第一线情权，像技校开救护车的情权、清洁情权，大部分拢是注 AZ 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要到咯，连续假期拢会是真热热的天气，因为Delta病毒的团，真侪县市拢禁止伫户外航班。气象局嘛指出咯，中秋连假过到会有雷公雨，也毋过早起的天气是拢袂歹，所以大家爱出门都爱特别注意。灿数风台离开台湾了后，全台湾豆豆变好天，天湖、金门甲中南部有当时出日，有当时会落雨，其他各地是属于过到有雷公雨的天气。气象局预告，这款的天气会持续到拜四，为拜五开始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天气会更加恶劣，更加烧热。至于我们这边呢，太平洋高压会逐渐的增强，所以星期五以后天气闷热，甚至会炎热啊。然后在天气方面也比较属于早上都可以看到阳光，中午以后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情况。虽然受到变种病毒Delta的威胁，这县市小连续宣布禁止伫户外航班。不过中秋的连假18至21这4天的时间，民众也是真期待有好天会当看到月亮。气象局表示，4天的连假大部分是属于早起会出日，过到了后会有雷公雨的天气，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星期五到星期六这段时间，我们预估是在北部、中部、南部、东北部和其他的山区会下午后雷阵雨，中间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至于星期六到下礼拜一是礼拜二，我们预估所下的午后雷阵雨的区域范围比较缩小了，会局限在山区附近。中秋连假会是典型热人的天气。伫气温方面，马祖、偏湖、中南部甲东半部高温差不多是32至33度迄卡头；金门甲北部地区的高温差不多是伫34度。部分区域温度也会更较悬。也若过到了后的雷公雨，各地是有大有小，会对迄天大气的稳定度有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玉里下拉湾部落的新密果，最近因为地动崩山，才打清理过现场。这2天又有风台，头前大溪口拢塌起来，变做是一个湖。居民是真烦恼，讲万一又有地动，还是又落大雨，会有啥物效果？因讲因真正是唔敢想。山壁规个放落来变甲光噜噜，这是花莲县玉里镇六合里的下拉湾部落。受到风台的影响，六合溪水头的新碧谷，济土石放落来，甲下骹的溪流规个塌掉咧，水流袂行，真做袂输内海的湖共款。对于我们里民来讲他经过这一段都会恐慌这个地段，怕是说来来去去的人多，最怕是这样子。里长表示，这是族人要去山顶做事唯一的一条路，万不利若搁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恐惊会冲击到规个部落。
水保局等等的单位去现场会勘，发现今嘛还有部分的石头会有放落来情形。这些岩石它本来就是风化的一个结果，那可能上次的地震有一些石头上还在遗留在边坡，它并没有下来。刚好这次灿数台风有些降雨，好雨带下来，现在还是很不稳定比上次多了差不多1-2千方以上有，更大的规模。水保局表示，新北各地8月初因为连续几啊天地动，已经发生过崩落，才打处理好势，溪流嘛疏通尔，佮拄着风台，即个放落来土石佮较济，估计有到6000立方公尺以上，按算要用20个工作日，才会当甲现场处理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有一个70岁妇人人，伊接到诈骗集团假做警察打电话给伊，讲伊的个人资料被卖倒的集团偷用哦，要求这阿嬷爱先付100万给检察官来做担保，无就会予人管收爱坐家。这阿嬷是真紧张哦，就赶紧去银行领钱，加在最后是无互歹徒骗去。前几天灿数风台来袭的时阵，桃园一名70岁细长的妇人人真紧张，双手皮出来到银行，准备领100万，讲是后生结婚买黄金用的，引起行员甲驻台银保持警员的关心。明年台风天还那么远，我要先买金子啊！你买金子的话，一般你媳妇也要陪你来。妇人人坚持毋是诈骗，不办警察管伤济，保持警员甲台银行员。一方面拖延领款的程序，一方面想办法甲妇人后生联系。后生意外表示根本就无要结婚，也拜托千万唔通互妈妈领钱。诈骗集团交代妇人必须遵守侦查不公开的原则，绝对不能和别人说这个钱是要交给检察官的，不然会罪加一等。警方表示，诈骗集团以妇人人的雇主和卖毒集团偷用涉及毒品交易、甲洗钱回收，要求交付100万，和检察官做担保，若无就要去坐监。妇人人和检警电话恐吓，心里会惊，才直接落入诈骗的陷阱。知影防骗了后，会当讲情绪失控，也感谢警方甲行员替伊收掉欠1世人的辛苦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对阿富汗撤军引起真侪质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国会听证会时强调讲，美国会伫台湾关系法来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嘛批评讲中国官方媒体讲美国会放弃台湾的言论外交部是表示讲真感谢。美国为阿富汗撤军，规个过程是乱糟糟，引起国际质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加国会头一场的听证会，捍卫撤军是正确的决定。不少议员嘛关心盟友对美国的忧虑。众议员惠珠派崔克就表示，伊只打为乌克兰转来尔，所来要去台湾，遐人民是拢惊到要死。问布林肯敢会支持而且捍卫台湾甲乌克兰 ？They're scared to death. So our friends in Taiwan in the event of Chinese aggression. Absolutely. We stand by our commitments to both countries. And we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defend them. We will stand by our commitments. We'll stand by our commitments to Taiwan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布林肯强调讲，对台湾的承诺会照拼照行。针对中国官方媒体利用美国撤军对台湾人拍心理战，布林肯嘛表示，中国想要看到的就是美国搁一届派军入去阿富汗陷入战争当中，这对中国有利，嘛不会背弃盟友的评论。我们对于美国政府，他们再一次重申对于台湾坚定的支持，我们表达我方由衷的感谢。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从上任之后，已经多次的强调对台的支持是坚若磐石。美国持续挺台湾，最近阁传出暗算甲驻美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13晚嘛到桃园机场，应该会做伙去参加特殊管道会谈。AIT 发言人回应讲，深化甲台湾人民的接触甲联系是符合美国的一种政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汉光37号演习第2天，国军第2作战区今仔透早4点进行夜间机动的演练防止敌人进入花莲市区。另外，陆军的关岛指挥部嘛模拟敌人要对淡水河登陆来攻击到台北地区军事专家是表示，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国军有真侪演练拢较简单进行。这是透早4点，官兵驾驶 M60A3 战车，半暝啊，伫花莲的台九线公路上来回，展开第2天汉光演习。
国军第2作战区实施夜间机动演练，出动4台 M60A3 战车、2台 CM21 人员运输车甲2台轻型战术车等，拢总24台，利用夜色特性暗号赶去战术位置。人车到了后，随即游去贵重望护卫，看机会将要斩获伫阵地4块位的敌军，防止敌人进入花莲市境内。陆军干道指挥部是伫淡水河部署 M60A3 战车、分别驾车、迫击炮等兵力，展开反突击作战，模拟敌军想要为河口进入，直接攻击大台北。军事专家分析。敌军就算是顺利为河口上华，大多数毋是重装战车，国军战力会当反制敌人。因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简化真侪演练的天数。淡水渔人码头这边算是一个凸体，那凸体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在海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制高点。那其实你只要能布防少部分的兵力，其实它的射界就很宽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再加强步兵班的步机枪火力啊，甚至给它配备反装甲飞弹、火箭、云豹甲车，面对当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啊，试图从淡水河口冲进来，能够达成快速的让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能够在河的两岸受到两岸的这个火力的夹击。此外，国军也伫台北招牌模拟敌军攻击中华电信机房，想要瘫痪台北的通信网络。国军接到指令，出动战车赶往目标位置。演练关键基础设施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的太空中心成立30天了，总统蔡英文早起嘛到新店太空中心去视察。总统是表示，去年科技部完成太空发展法的制定，太空科技嘛要来加做台湾国家队，要来发挥咱伫半导体佮精密制造的优势。望讲伫未来太空经济的时代，咱台湾嘛会当有发挥。今天讯号已经进来了。可以看到呢，在右手边的这个天线呢，已经慢慢的转动。6月7号伫早起9点41分，甲地面工作站连线。最近几年，政府力推太空领域发展，太空3期计划有50年投入251亿，这当带来什么款的发展，真受关注。在低轨通信卫星的布局，未来5到10年会有几万颗在天空上跑，未来太空产业会渗透到我们全面的这个生活里面，太空这个产业啊，台湾不能错过，也不应该错过。太空中心有计伫2023年发射的蜡风者卫星，搭载 GMSSR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机，预定轨道大约伫500至600公里的低地球轨道，将协助台湾更加准确掌握风态动向，保证伫国际的太空产业发展中，低轨卫星是主要焦点之一。包括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贝佐斯的纳什客员，拢已经到其中，台湾也无被输人。有了预算和法规的支持，可以让台湾在太空发展的各方面的能量都能够更加的完备。我们要发挥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方面的长期的优势，一起打进全球的太空产业链。太空中心成立30周年，总统蔡英文前往视察，佮嘛未来要伫太空科技的相关设施甲技术产品继续打拼，佮培养相关人才，协助国内厂商进军国际，为台湾伫刷落来太空经济时代中打造另外一座富国神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菲律宾哦，因为疫情，学生已经500多天拢伫厝上课咯，嘛造成学习产生真侪问题。有教育团体甲家长就上街头抗议，要求政府哦，虽然爱防疫，也毋过学生的受教权嘛应该爱重视。
今年7岁，拄啊正做国小1年新生的拉洛比斯讲，伊想要去学校上课，因为完全无看过教室生做啥物款的，伊无介意，也无关系，透过手机平板顶小小荧幕吸收知识，实在是无像咧上课。这是菲律宾教育现场释出的警讯。为了防疫，国际学校已经第2年有500多天无实体课，拄啊升2年的学生高达也不要阅读。这位家长讲，伊的2个学生无想要学习，只想要耍手机啊。Learning loss, decreasing enrollment, no, eventually drop out, the psychological, social, emotional impact on the children that are not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their parents in person. 菲律宾目前完全注疫苗只有20%，因为囡仔也无疫苗会当做加感染的几率，也佫考虑到登记处理后会传染予年长的人的风险。总统都特地无关机启动实体性质的中小学校园实体课。We have more than 100 cases, so siguro ako sa ngayon face to face, mas uunahin ko po siguro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ta kaysa dun sa mag-pilot kami ng face-to-face. Some risk as part of the process, but what the countries have been doing is learn to live in this new COVID world. And this includes giv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children to learn.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调查，菲律宾目前超过8成家长烦恼囡仔学了无济，大约有2/3的家长支持实体课。菲律宾疫情进程已经有合适规矩。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菲律宾15岁学生伫阅读、数学甲科学方面程度是吊车尾，原因就是教学落伍、设施老固定，有一个家庭甚至无电脑甲网络，远距教学等于是互因规气就莫学。此外，远距教学对囡仔的心理健康、肢体发展拢有影响，长期社会隔离甲孤独感，也有心理疾病拢有密切相关。公视新闻黄云玲报道。来看一个全球环保监督团体报告指出，讲去年平均1礼拜就有4个环保人士失去性命，有3/4拢是发生伫拉丁美洲哦。有的人是组织非法采矿，性命就受到威胁。联合国嘛呼吁讲，各国的政府应该出面好好处理。根据国际环保监督团体全球见证公会上新报告，2020年全球有227个人因为捍卫自然的环境煞来无命，其中有7/3是各地原住民，这算是上悬的。就是讲差不多每礼拜都有4个人遇害，其中有3/4发生伫个拉丁美洲。哥伦比亚连续第2年成做全球环保人数上界致命的所在。2020年有65个人受害。墨西哥有30人排伫第2坎。Después comenzó las ráfagas y yo lo único que hice fue arrastrarme con mis 2 sobrinas y meterme en una forma de como un tanque de agua. Yo me metí allí. 全球见证伫报告内底讲，环保人士真侪人受害，这就是人道的危机。环保团体出来面对势力遮大的人，长期付出真大的代价，来牺牲因的自由甲性命。报告嘛讲，大型企业咧策动破坏性的工程计划时阵，还佫有一寡专制政府，煞借这个疫情咧爆发的时阵来打压公民社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嘛伫13来强调讲，污染、破坏生态甲气候灾难，已经拢直接对人权来成做真大的挑战。As these environmental threats intensify, they will constitute the single greatest challenge to human rights in our era. 长期正积极咧守护环境、发动抗争运动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9月15个要满50年咯，目前呢嘛经过半世纪啊。伫个这个世界55国有3500个员工，这个绿色和平因强调讲，这个组织伫巴西、印尼甲中国常常会去拄撞到威胁。不过这些拢无法度来阻止因守护地球这粒心。各国的政府都要靠有魄力来正视这个环境的议题。因为拯救地球的生态，这个时间已经剩无偌济咯。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联合国警告讲，阿富汗的人道危机是愈来愈严重，善者无物件通食，可患天灾一直会发生。阿富汗全国有1/3的百姓是有一顿无一顿，超过上百个囡仔哦，恐惊会因为营养不良夭死。联合国是准备要募款11亿美金来帮助阿富汗的百姓。
伫咧我查曼边界附近，真侪阿富汗人想要越境去巴基斯坦。7月，巴基斯坦就讲袂过再互阿富汗人入境，结果是伫边境附近去难民营收容。根据联合国嘅资料，巴基斯坦已经有140万嘅阿富汗难民，伊拢也收容要到100万，实际数字可能更加侪。联合国13警告，阿富汗正拄着全世界上严重嘅人道危機之一。They face perhaps their most perilous hour. Today, 1 in 3 Afghans do not know where their next meal will come from. The poverty rate is spiraling,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are close to collaps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flee their ho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fghanistan faces a severe drought, the second to hit the country in 4 years. 伫咧喀布尔路会看到有人甲家具、生活用品摕菜卖，也有几多百户的家庭连厝拢无啊！这个若会当住伫咧布棚，援助团体帮助愈来愈少，定定是有一顿无一顿。塔利班掌控阿富汗进前，阿富汗的失业率超过30%。虽然美国伫咧过去20年已经投资援助几多10亿美金，不过伫即马依然有超过一半阿富汗人生活真艰苦。联合国警告讲，到今年年底，也阁有97%的阿富汗人生活伫咧贫穷线以下。另外，有要到1000万的囡仔，就要靠人道援助斗3工，才有法度活落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讲，伫今年恐计至少会有100万的囡仔会因为营养不良死亡，希望国际社会斗3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云林的西螺分局，昨伫停车场一台客停车后斗，发现有女性的遗体哦，是一个7月底失踪的58岁妇人人。甲伊同期的查甫人哦，伫顶个月10日嘛过身咯。这2个人的死亡是有真侪真奇怪的所在，云林地检署嘛长个侦办。13透早9点外，西螺警方伫市区内的一搭公共停车场，发现一台客停车，伫后斗找到一位女性的遗体。比对衫裤甲证件了后，确认伊就是住伫西螺7月下旬就失踪的姓苏的妇人人。啊，这个啊，人方便，人来买物件，买落就随走安尼啦。所以嘛你嘛无注意到，有一台客人车停得久安尼。嘿，无。警方表示，这段期间和这位死者带做伙姓陈的男性，也伫顶个月10日死伫桃园的大溪。但是今年的5月份，姓陈的男性对姓苏的女性家暴，报案了后，这个男性就按照杀人未遂、妨害自由、毁损甲家暴的罪名上班，也替姓苏的女性申请紧急保护令。7月依照这个高危机个案的查访证栏，那查访的过程的话，都还属正常，那没有再发现骚扰淑女的情事。那直到今年的8月。在实施查访的时候，发现郑男跟苏姓女子的手机都已经关机。警方表示，经过追查，7月28日发现一位男性在姓苏的女性伊的轿车伫加油站出现，不过伫8月13日透早，煞伫市区内的公共停车场发现一只姓陈的男性向朋友借来的客停车，专案已经报车云林地检署侦办。姓苏的女性伊的死因敢有牵连姓陈的男性，搁爱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哦，是正鼓励民众检举乌白蛋昏头吐槟榔汁。过去18天哦，已经罚17000外件咯。因为检举有奖金哦，所以有人一口气就领到100外万。骑奥多摆的人刷手，甲一柜烟灰等伫涂骹，去后壁的民众甲翕落来。这柜烟灰无俗，只要废弃物清理法，上介少爱罚12块，上悬会当罚到6000。因若检举的人会当对罚款内底得到60%的奖励。伫109里同民众因累积前几啊年检举裁罚到强制执行，一边会当领到100外万的奖金。不过，这么悬额奖金，怎么可能袂搁再来出现？去年之后呢，我们的奖励金呢，从罚款金额60%降为30%。环保局表示，台东县前92年实施民众检举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案件奖励办法，18年来拢总受理有17000外件，其中有约1万件是乱弹分瓜啊。不过今年发现讲检举案已经加真少啊，到即马敢有28件，成案的14件，主要是甲疫情爱强制挂喙安有关系。跟我们这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有关啦，因为政府有规定嘛，都已经要外出都一定要戴口罩，戴口罩就没有办法来抽烟嘛。
环保局强调讲，伫疫情的期间会继续来处理乱弹熏鸡啊。虽然讲奖金有减少，不过检举达人随时都有可能伫你的身躯边，呼吁食薰的民众都唔通过乱弹熏鸡啊。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六做风台哦，高雄的桃园山区所有山鸟市哦，计做要清土刷头册2张，价值超过200万牛种的树头。警方哦是骗到一台货车有真芳的味，甲车抓落来，嘛甲这2个嫌犯上班。警方伫丰台暗暝一路追到台20线塔拉拉鲁府崩坑边仔的产业道路，因11号暗时发现一台路过的卡车，竟然有真重的树木芳味，感觉奇怪，就一路追踪，最后发现车红等伫路边，驾驶已经逃走，留下车顶2张市价超过200万的百年牛樟木树头。循线追查后，锁定一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庄嫌到案后供称系以老农溪疏浚为由，进而趁隙盗取漂流木。全案依违反森林法、窃盗等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嫌犯讲，伊是伫咧疏通水道的时阵，闻到牛樟木的芳味，才发现2个树头待伫溪底，因为是风灾的漂流木，才会挖出来捡走。但牛樟木是珍贵的一级树种，嫌犯的行为除了一般的刑法，都会加重1/2的刑责。违反了森林法第50条的规定，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的罚金。林管处表示，漂流木属国家财产，不管是扣还是载运，拢爱相关机关的允准。公告会使扣日期甲溪流的范围嘛有限制。凊彩般会面临森林法、水利法、窃盗甲侵占等罪责，提醒民众唔通乱扣，以免犯法。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前总统陈水扁伫台南市东区的大楼，有人伫门口放一个纸袋啊。陈水扁后生陈志忠昨讲哦，因妻子就报案，也毋过警方昨才来处理。台南市警察局是表示，负责1分局确实有问题，分局长记过2届处分。前总统陈水扁伫台南市东区的大楼住所，这个月初7发现有人将牛皮纸袋啊放伫门卡口，顶头阁有写伊的名。因为这卡纸袋啊进前都已经当去杀啊，即马煞阁出现，而且大楼的门禁真严格，互陈水扁心内真惊吓，赶紧报案。不过初7暗时报案了后，警方煞一直拢无到现场。虽然落尾证实规件代志是误会，不过对警方侦办的方式，陈水扁是无啥认同。9月7号礼拜2晚间发现。警方是到昨天的傍晚，才来现场勘查，要拜托警方是要这个尽速来侦办那不会把这个查个水落石出啊，这样我想，因为这个涉及到整个，不只是我父母这一户嘛，整个大楼的门户的安全。台南警方调监视器，佮约谈陈水扁甲2个外籍移工了后，查明是清洁人员掠准纸袋啊是无细枝弹掉的，才好心挂转去门卡口，并毋是刻意人事犯案。不过第1分局无照3线系统甲警察局报告，也无随甲陈前总统说明案件的侦办进度。除了出面会室内，分局长也记过2摆处分。受理后，未能主动向陈前总统报告侦办进度，造成陈前总统及其家属不安与担忧，本分局深表歉意。本人已向警察局自请处分。市警局表示，除了会深入检讨，也会加强陈前总统的住所甲人身安全维护，后续会交督察室深入调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的下半年，内政部针对全国空厝率的调查是9.96%，创2009年有统计数字以来头一届无超过10%哦。也毋过，基础正义的公民团体是认为这个调查无介准，因强调讲少年人嘛是共款买袂起厝，有帮助业者就讲哦，只要伫调查的期间加减用一寡电，就袂妨来做空厝咯。9月初，主计总处统计全国无人住甲久或者住一届的主体比率有到18.5%，其中完全无伫咧使用的主体是13.1%。不过，内政部阁公布空厝的比率，却是明显降低真侪，因为调查的标准无共款。内政部空厝的定义是指用电的度数伫咧60度以下，而
2020年的下半年，这款的空厝全国拢总有882634间，空厝的比率头一届降到2位数以下，差不多是9.96%，创下2009年有统计以来的新低。我们台湾空问题很严重嘛，就只有我们政府自己觉得不严重而已。房子越来越贵，然后房租越来越贵，一堆房子在空置嘛，真正矛盾的关键所在。基础正义公民团体认为讲，政府美化数据，不动产是供应较侪过需求，所以因为投机炒房和空厝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不过政府却无愿意重视这个问题。根据内政部的调查，全国空厝内底落赌占的比例就超过60%，差不多有552700间。其中以新北市空厝的数量上济，差不多是131300间。也那高雄市的空厝比率是上悬的，超过10%。卖厝中人业者认为讲，空厝的比率每半年调查一届，而且干那看2个月用电的度数，若要闪过这个统计是无困难。利用所谓的一个调查的区间，也许11、12月这2个月呢，积极的去用电哦，那去避免被列为空污的状况。那不太能够作为这个未来实际上真的去课征囤房税的唯一标准。不动产学者表示，国际认定合理空厝比率的标准差不多是3%至5%，台湾平均是10%，代表台湾根本就无欠厝，欠的是安怎好好啊分配甲利用，安怎合理提高持有不动产的税率，才会当压制囤房炒房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火力发电厂最近是编1500万的补偿金额，要提供给量子区公所。外界质疑讲，若是收这笔钱，就等于是同意中火哦，唔免阁换新的机组，所以最后议长是决定讲要退回这笔预算。台电中火规划新起2部烧天然气的机组，但是台中市府要求先拆后续才阁起，双方面无共识。台电最近编1500万烧天然气的机组建厂进前促协金，予在地的量子区公所，由市府新店附送市会审议，结果引起真大的风波。如果说4台的除以4台燃煤机组都没有去做一个保证，也没有一个讲好，那么就先拿这个促协金，等于讲是说拿人手短嘛。台中市政府，你究竟是要支持燃气机组，还是不支持燃气机组？市政府其实说实话，他对于燃气机组的立场应该要更清楚一点。台电往年拢有编促进电力发展营运协助金，予电厂附近的区域。台中市经发局统计，去年台中市有2.6亿，去年因为发电量减少，只有2.2亿。经过地方争取了后，台电以新起烧天然气机组建厂前置为由，加编1500万，引起了质疑。收入就是同意中火唔免太旧换新。台中市长罗秀燕建议台电修改促协金的名。逼迫当地的居民要争取经费，要来促进这件事情，对当地居民情何以堪？那但是呢，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找台电商量哈？这笔经费应该改成一般的睦邻基金。经发局表示，促协金有相关的作业要点，这笔钱袂影响市府先拆后续才阁起的政策。最后，议长张清照裁示退回预算，请台中市府沟通了后才阁送。记者台中报道。最近执法生涯是真欠工哦，有8间执法业者就向劳动部申请劳工的轮班休困，望讲会当对11点钟缩短哦，有8点钟的休困就会当。昨劳动部嘛已经同意，另外迄电影的剧组哦，嘛会当使用劳基法的责任制咯。叫做拍片，定无白无日咧看进度。13劳动部点头答应到底责任制。有不同的工作者一组一组来参与，必须要配合的。也许我等一个演员，其他人都要等。好，那有出现要重来，那都要调整。等一个灯光也要调整。宁可说好好的做，然后争取一个弹性工时的合法的可能，而不要大家蒙头做，做一些违法的、不符合法令的规定。所以我们用84之1这一件事情来推动的话，反而对于整个第一线工作者他的劳动的条件跟劳动的时数有所控制，并有所规范到。工会解释。因捌调查，中调真悬，一天工时平均14点钟以上，加上片场是伫各个县市4月走，较歹落检，所以才会推动工时落伫劳基法第84之1责任制，至少会当限缩
一天的工时，上长就是12点钟。未来会当影响的片场劳工大约4000人。另外，伫化业是包括李东型化工等8间企业，向劳动部申请轮班加时间绑零。车厂的公安问题是不容许发生，发生的话可能就有可能会完蛋。所以我们都这样说，间隔以8小时来讲这样对轮班或者是调度上还是说有人要去请假，这样会比较方便。工会认为，即卖规范造成员工休假也是排班的弹性不足。资方主张，就化业欠工，人才招募不简单，规定轮班加11点钟有调度困难。劳动部决定同意放宽，在天灾突发事变，也是劳雇双方协商的情况之下，劳工下班了后8点钟都会当继续上班，影响劳工人数大约是1131人。记者综合报道。有4个无共党派的在野党立委早起开记者会，宣布讲，因要发起修法，要让军公教员工台具审理委员会会使加入基层的代表。另外，专教组嘛希望讲，甲调薪参考的标准是以重要民生物价指数来判断，安尼才有法度会使来反映实际的物价。行政院临时行政总署的公共教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负责公共教员工待遇调整，还有改进，还有加急，还有项目标准的审议。不过，委员会16名委员内底无任何一名员工代表。相对劳工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21名委员内底，有7名劳方的代表会当为着劳工来发声。4名在野党立委是联合记记者会表示，为了发起修法，让公共教待遇审议过程会当听到员工的声音。要把军公教的我们基本的基层代表要进到里面，成为成员，跟劳工我们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基层发现你不尊重，然后你程序上绕过，最后你应该拿我们当垫背，这就是我们过去为什么军公教会主协会。来参加这场记者会，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嘛希望，公共教薪水还有退休年金调整的参考标准，会当为即卖消费者物价指数换做重要民生物价指数，才有法度来反映出物价的变化。89年到现在，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上涨是55.73%，那物价指数的部分只有21.18%，所以2倍多。我们是会带回去参考，那我们也会一并转请各法制主管机关这边来做一个适当的处理。针对立委要来修改公务人员放弃法，还有教师待遇条例，临时行政总署嘛表示讲这修法部分，教师的主管机关是教育部，公务人员是考试院侦诉部来主管，会把相关的修法建议转予这2个机关来做参考。记者张志雄、曾志成台北报道。去年10月份有一只台湾乌熊伫台中和平落去山低调的旱井，最近佫传出讲乌熊来遐食甜气哦。台中当时的林管处是表示讲有相机去翕到乌熊，也毋过是只有一只还是一阵哦，佫毋知影。并讲科技大学副教授黄美秀哦是表示讲，因为农地快困了上过济咯，嘛去影响到乌熊的生态，这应该会检讨。讲了澎湖下骹机破去，房仔顶悬哪像有熊的脚印，果子园内底嘛有哪像是乌熊的排泄物。当时林管处证实，自动卡美拉翕到的乌影，都是台湾乌熊，遐那地点就伫和平区东宝山的附近。水果等作物成熟的季节，黑熊呢就比较会靠近农园聚落。那果园呢，我们可以来架设电木栅栏，防止黑熊的靠近。当时林管处表示，这只台湾乌熊跟破时已经大人啊。8月底，当地农民就小连续通报，讲有乌熊偷走入去因的果子园偷食册旗啊。初步检判，当地有袂少野生动物咧行的路，敢若还有其他大只的熊，还佫要进一步来确认。另外，同款伫咧东宝山，伫去年10月份，这只编号711的台湾乌熊，去卡到山地调查受困伫遐。学者认为讲，应该要加强果子园的管理，杜绝食物来源。再有一些适当的阻隔，其实熊吃不到东西，熊就会走掉了。大雪山区本来就是熊的栖息地，那接下来这几年来不断的开垦就开发了嘛。那其实熊其实有一些森林，它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黄美秀表示，最近这几年因为开发山坡地，地处原本乌熊伫活动的中海拔的山区，开始有农民伫遐种菜或者是种果子，变作熊生活的空间，甲人伫种植的空间相差。乌熊才会冲在入去园仔要食物件，
毋过，若是发现有鱼受困伫咧陷阱内底，嘛应该通报甲抢救，才会当保护人甲保护乌鱼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嘉义的中林社区哦，遮出产的金龟是真出名。社区的志工嘛利用金龟来做包啊碗桃，加做社区的特色产业，嘛要来帮助在地农民，互因有稳定的收入。一阵社区志工当咧无用做包啊甲碗桃，这是台南嘉义的中林社区，应用在地生产的金龟所做的产品。真侪在地民众拢会来订货，有当时啊，若来伤晚，佫会买无。头啊是做馒头。即卖馒头做的嘛，会使哦，无过来做菜包，做迄落肉包。你若像阮今仔做的，大部分就是讲吼，拢人订的，卖了准拄好安尼。台南嘉义生产袂少金龟，毋过农民的销路是无介稳定，所以当地社区就想讲，利用金龟来发展社区的产业，毋但当互社区的志工有一个生活目标，佫会当帮助在地农民稳定因的收入。阮甲社区的居民讲，只要恁伫咧转作方面，不管你多少好歹，阮社区拢会当甲恁帮忙来收购，互恁加减的一点仔收费，来推动咱的产业，帮助咱农民。这阵社区志工逐礼拜拢会去活动中心做包啊馒头，甲收入用来经营社区。中心社区的理事长表示，会当用在地好食材来行销社区特产，是因感觉上骄傲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天气真热哦，亲像出世这款寒人的运动哦，无介普遍。也毋过一款溜冰鞋是当来体验出世这款运动。前一阵仔哦，佮伫台中来举办全国的比赛，咱做伙来看卖。双手举拐啊，突来冲做前，毋过详细甲看，这出世地点竟然是伫咧大车路，而且因上卡穿的嘛是连仔鞋，这就是越野出世热天版本连仔鞋出世。前一阵啊，佮伫台中举办全国赛，很有成就感。然后转弯的时候，因为很难转，就是可能会跌倒，然后没有跌倒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说它距离短，但是我的手是连续一直在出力的，其实小朋友会觉得很蛮酸的。Roller ski 连仔鞋出世，主要是互白热西热天和热带地区，嘛会当享受到出世这款运动。去年咱搁伫桃园头一摆举办国际赛，因若今年10月国际赛是按算和全国赛同款，经伫咧台中的洲际棒球场附近来举办。滑轮以前在亚运比赛得牌的，大概都是我们这个后里这边台中市里面的一些选手。那我们跟这些教练合作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把选手的发展更多元性？因为地理位置、条件、天候的关系都很适合，而且我们很多地方的道路在平整上也相当的好。虽然台湾的寒天运动项目无遐尼普遍，出世协会也是希望透过推广咱仔的出世，进一步促进培养愈侪台湾选手去参加冬季奥运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市北边的海边哦，最近出现一排的看海的动物。其实这是50当前放伫美仑山公园的装置艺术。最近艺术家佮提出来放伫海边啊展出，佮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这是花莲美仑溪出海口南边的北边海墘，伫海沙堡顶悬竟然出现几排咧看太平洋的动物，有虎、豹，还有猩猩、地鼠，拢总有13只。民众讲真趣味。这太可爱了，这哪里来的？每一只都站在那里，好像诺亚方舟一样，然后等着上船哎。事实上，这动物雕像原本是放伫美仑山运动公园，时间伫50年前早就互人卖记哩啊。最近清出来了，有的是鱼啊无去，有的是尾登去。艺术家当咧甲丝仔个咧甲修理，然后要搁放伫海边来展出。艺术作品会打开很多可能的想象力，跟很多的不管是猜测，或者是想象，或者是更多的可能性。它比较不是像说古迹修复啊，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我们在看这个雕塑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同时看到这些时间的痕迹在这个上面。因若展出了后，这动物的雕像会搁放倒转去美仑山的原位，嘛会收报道，互这民众会当较晚达来甲看。那除了这13只之外呢，我们总共18只的部分会重新做一次修缮的部分，其实会联动来将美仑山慢慢的活化。县府强调讲，修理了后会保持伊原本朴实的开口，袂搁甲翻新呢。有不少民众认为讲，这动物比乌色的金毛鸭更较适合来代表花莲的吉祥物。这个话题嘛，互人回甲真热。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